后来，伫这个世界各国一直咧爆发病例同时，咱的政府防疫的作为受到民众的肯定。上新的民调有超过68%的民众赞同蔡总统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所领导的内阁嘛来提下到将近70%的满意度。另外，政府这届防疫的表现有75%的民众拍真悬的分数，80分。 一场武汉肺炎和台湾全民有共识，总统蔡英文的声望升到68.4%，是就任以来第2高的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内阁的满意度嘛到69.4%，是民选总统以来内阁上悬的纪录。大台妹总统加上准库立院长，很对台湾人的胃口。大陆啊、台湾的两者之间大概是40%所以要这种依赖度之下，对经济的 impact 当然很大了。 蔡政府以及苏内阁的施政得到民众的支持。针对肺炎的期间，蔡政府的防疫表现有超过70%的民众拍80分以上的分数，更有85%的民众对政府未来防疫有信心。另外有将近72%的民众表示讲，满意防疫期间蔡政府的两项的表现是蔡政府上台以来上悬的。真正关键的就在社区感染这个阶段，所以坦白讲呢，今天这个民调，我觉得。 也许还言之过早。1620大胜利的气势，民进党支持度来到41.1%，这是历史的新高点。比较起来，国民党敢若摕到12.5%，这是历史的新低点。敢若赢第3名的民众党3个百分点。疫情进入社区感染的关键点，都要超越党派条约合作，安尼才有符合人民的期待。